阿鳳，邊條有接個豐田仔啊？晾住個架。師傅仔，你朋友架車嚟㗎。哎，唔怕啦，我請佢食宵夜啦。推出去搵個地方晾住2日先搞其他車先。咁呢台卡宴呢又要換鎖機啊，咁換完鎖機又要試車。咁呢台寶馬呢港車呢 GT， 咁啊又要換剎車，跟住又要換解油啊，4個轆要翻新，成車又要噴漆啊，都要有人搞噶。咁呢台已經喺度搞緊啦，呢台寶馬，咁又搞漏油，搞完仲要搞底盤。咁呢台老虎已經沖個床啦，又要大修機頭，咁都要搵人拆先得噶，大佬。唉，咁搞法知唔知點搞？呢台係成車翻新噶啦，唔理佢先啦，放多幾日啦。呢台寶馬檢查響嘅，都冇人時間去檢查，冇人試車。呢台奔馳又係個波箱大修完都耷咗喺度2日啦，而家都冇人去試車，點搞啊？咁呢台啱啱一上翻嚟嘅香港車，水溫高呢啲就係優先處理噶嘛，因為呢啲佢哋想當日上翻去嘅呢啲港車就優先處理，先安排檢查呢啲咩回事，點搞係嘛？搞咗呢啲車先，嗰度賣巴克，呢個訂咗件嘅啦，唔理佢先啦，訂咗件到時翻嚟先搞啦。係啦，仲有台瑪莎空調唔得，都要搵人去搞去跟噶，空調仲要保養，點搞啊？先把嗰台豐田同我推出嚟先。嚟，我帶你去睇睇我哋個預約記錄。你睇下，已經約到5月份啦。咁有時咧，佢哋接車嗰啲有時要睇睇嘛。佢哋啲港車咧，基本上咧都好想話當日上到嚟，咁當日落到去，所以佢個時間亦俾得比較緊緻，因為佢哋冇辦法難得假期，或者係有啲係甚至乎係請假上到嚟嘅，咁我哋盡量都想當日俾到佢。咁上到嚟呢，肯定檢查下嗰樣啊，檢查下嗰樣啊，可能就會花好多個時間去檢查，咁個時間就比較緊啦。有啲可能冇配件啊，要訂貨，所以嗰啲車呢，我哋冇辦法，要優先處理。記住，原則上要優先處理我一定要優先處理。跟住其他嗰啲本土啲車，好似師傅仔嗰啲車啊，係嘛？唔急嘅本土啲車啊，咁我哋適當咁去研究一下，夜晚加班，咁啊整嗰啲車港車，盡量當日可以俾到佢嘅，原則上保質保量嘅情況下加班同我搞掂佢，就咁啦。